得。開始啦。嗯。歡迎收看歷史鬆一鬆。今日我哋呢一個嘅節目呢，係會想大家認識歷史輕輕鬆鬆嘅。呢一度呢，會講埋測驗有可能考嘅問題，係一個全方位嘅歷史節目。咁樣我哋今集呢，就會講關於一個嘅傳言時代，呢比較早嘅時候啦。首先我哋幾時包括了一個嘅夏商啦。咁樣先講下一個嘅遠古，即係傳言時代。當時呢，其實嗰啲嘢都唔係完全真實嘅。皇帝嘅部落據說係4600年前嘅生活。先提一聲，考試卷可能會問到呢一啲發明嘅，有發明咁樣講皇帝嘅發明呢，就會有呢個嘅種植五穀、發明指南車、發明車船、修建房屋、創造文字、馴養家禽、養蠶取絲等等嘅。咁樣現在說呢一個時代嘅大選，但也要有皇帝同埋一個嘅皇帝同埋西遊大戰，有很多故事都講解嘅。有興趣可以睇下啲書，可以令你哋知多啲。仲有呢個嘅出名嘅大禹治水啦。禹之後將帝位世襲，唔係禹，應該舜之後將帝位世襲。